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Joyce 啊！今日同大家一齊參觀一個馬鞍山新鴻基屋苑，好靚海景嘅雅典居，三房套廁間隔，非常之實用。事不宜遲，出發睇睇呢個單位啊！今日同大家一齊參觀嘅屋苑呢係馬鞍山新鴻基屋苑雅典居，一間三房套廁嘅單位。咁我哋而家客飯廳呢，首先喺客廳呢個位置望出去嘅景觀呢，就係全海景。全個八仙嶺睇晒嘅靚海景啦！除咗環境幽靜啦、靚海景，仲非常之實用㗎。嗱，我哋喺窗台位咁樣望返去客飯廳，大家就睇到啦。左右兩邊有對流窗啦，咁其實成間屋咧非常之通爽。咁我而家企嘅位置咧，可以放一組大嘅梳化之外咧，對面放電視。咁個空間依然都非常之好嘅。我哋而家入去睡房區睇睇啦。第一個浴室，接住做浴缸啦。我哋入去主人房睇埋啦。主人房浴室咧就 keep 住咗做企缸。寢區呢個位置放到雙人床，都仲可以做到三邊落床效果。主人房嘅景觀呢，同樣都係望個靚海景。睇埋兩間睡房，另外兩間細睡房呢，就向東南嘅，向山景。雖然話就話細房，但 size 相對呢，其實兩間細房都可以放到雙人床加個大衣櫃。嗱，睇埋 last 一間睡房啦，第三間睡房 ，OK 喺門口位大家都睇到啦，放到一個雙人床，再加個大衣櫃位。有需要可以利用埋窗台，做翻個窗台櫃或者係做書台咁樣，就更加非常之實用。廚房空間亦都非常之夠。大家睇下單位啦，覺得點樣呢？歡迎隨時留言話我知啊！如果想睇樓或者需要任何樓盤一手二手最新推介呢，隨時聯絡我 Joyce 喎。期待下次同大家一齊睇樓。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嘅話呢，希望俾個 like 我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同埋 share 俾揾緊樓嘅朋友仔比較參考分啦。記得 CLS 我啦，多謝晒大家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